弥陀佛。好高兴哦！今天是我们快乐的时光已经到了，也就是每天早上呢，我们简单把这个祖师大德的这些法语呢拿出来给各位大家介绍，做一番报告。这对我们呢不断的在增长信心呢，主要是用意在这里。那么他们的修为的境界，把他们的心得留下来之后，跟大众来分享。我们很感恩，这偶一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第9代的祖师是我们的祖师大德，我们非常感恩他。原因在哪里？他讲这句话是他讲的：无戒劬劳修正，但持名号，进登不退，奇特甚妙，超出思议，第一方便。各位，很好听的一句话，简单但是有力，很有力量。藕益大师说，不需要了，无就是没有了，就不需要戒的什么劬劳，就觉得就是很劳累、很辛苦的这样去修行。然后你要证悟，你要去修行，得到明心见性，然后解脱生死，不需要这么借助着这种太辛苦、太劳累的方式来自我要求，不要太辛苦，不需要。你看，他也是安乐行的，对不对？怕众生你做不到。有时候你太辛苦了，比如说离乡背井或者是进入深山野外去怎么样去闭关去修行。他说不需要，你不要这么辛苦。有的人他喜欢比如说我过午不食很好，这跟佛的那种过去的生活方式一样，这都很好。但是你做不到呢，不要勉强，各位对不对？尤其是我们道场都是一个非常需要工作的一个单位大家都必须要配合。那么这个话呢，就告诉我们不需要借助这种很劳累、很辛苦的方式，劬劳就太劳累了，太辛苦的方式呢来修行。要想求到证悟，你不需要用这种方式，这叫自力修行。你但持名号，就是只要你修持，就是把这个名号紧紧的抓住它。念念不忘，不要间断，不要改变，要信心不退。那么你要持这个名号，把它抓得紧紧的进登不退，你指尖就可以登上不退地菩萨，不退地的果位。不退地就是你最起码到出国以上的不会退转你直接就会登上不会退转的这种果位，这种地步，这种境界，你想想看，就是已经到初地菩萨以上。所以难怪我们印光大师说：“莫亚一记什么？莫亚一生超实地，莫亚一生超实地。6日洪名刮三圣。”就是说，印光大师讲的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句名号，直接到了西方就实地菩萨了，你想想看。所以我们现在念佛呢，你直接就可以登上就是达到了这个不退的果位，不退就最起码一定是初地菩萨以上的了，不会再退转。我们人世间不一样进进退退心情好我用功，心情不好马上生气懊恼，我不学了。你看退转。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太多的考验因为有诱惑力太强，我们人的习性又太重，再加上我们对外在的欲望太强烈，所以我们呢很难修。但是我们只要念名号就简单了，名号我只有嘴巴念，不停的念，那么直接就可以登上，达到了这个不退的果位。这是多么神奇奇特甚妙，太神奇了，太特别了，太殊胜了，太微妙了
这原来我们仰仗着阿弥陀名号的功德，所以这呢就仰仗他，就靠这个佛的功德，这是非常神奇的。一般的凡夫也能够登上这种不退的果位，就是难以想象，难以想象，所以是太神奇了，太特别了，太特别，太殊胜了，而且这个事情是太微妙。你看，超出思议，这是超出我们一般人你这种思想、你的思维啊，你这种考虑，就超出你这一般人的想象，这是没有办法演绎的，这没办法去讨论的，因为这是佛力嘛，佛力不是我们人能够想象得到的嘛，佛力只有佛跟佛才能清楚，才能就近。但是我们凡夫众生，连一般其他的人我们都不了解，那神呢也不清楚。我们对菩萨呢，对这些罗汉菩萨、辟支佛，我们更不了解，何况是佛呢？佛的境界是更圆满的啊，更就近了。那我们怎么去体会呢？连边都沾不上，所以我们超出了我们的思议，你没有办法去想象它，没有办法去用猜测的。没有办法去演绎它，讨论。我们来讨论研究好不好？没办法，没办法，你都超出这个范围之外。所以是第一方便。原来我们念佛是靠佛，是太方便了，是最重要、最方便、最直接，对我们众生最有利的。所以只要念佛，所以蕅益大师提出这个看法，让我们很大的信心。原来念佛是他力，他力，他力，不是自力。如果你是借着非常辛苦的修正，这是自力；但是我们念佛是靠他力，靠阿弥陀佛的修持的功德力，啊，名号殊胜的救度力，啊，靠佛的力量，所以我们呢超出思议，非常的方便，直接就跳脱，离开六道轮回，有凡夫进入圣人的境界，难以想象啊！像我们这个是轮回的苦海众生。我们怎么有资格一下子就到了极乐世界，然后去成佛？我们凭什么？哦，原来是凭着我们有念佛，有念佛，仰仗这名号的功德，救度你啊，让你跳脱啊，让你去成就。所以这个蕅益大师提出他这种见解，他的看法，我们呢非常的接受，非常的接受，太佩服了！怎么这么高超的智慧？这么高的智慧，最圆满的智慧，各位对不对啊？啊，我们很感恩他，对不对啊？感恩普世大德，感恩。好，我们今天把这一章简单介绍给大家了解。好，阿弥陀佛。